你好啊，各位老友記！而家秋天啦，開始乾燥噶啦，咁我哋咧就適宜咧就煲翻啲麥冬水飲下。咁麥冬好有功效嘅喎，咁佢可以養陰生津，又潤肺止咳、清心除煩、益胃生津。咁佢非常之又可以潤腸通便、補氣益胃，仲可以增強免疫力嘅。麥冬咧就係寒涼嘅，就食嘅時候咧就唔好落太多啦。但係我咧就今日教你咧就加啲紅棗。嗱，我呢度有啲紅棗係補血嘅，杞子咧都係有補益嘅作用嘅。咁係相對咧係溫和嘅，煲15分鐘就得噶咯喎。你洗乾淨去，紅棗咧就去核。咁全部材料咧擺落個煲，加3碗呢啲咁樣嘅250毫升嘅杯嘅水，煲15分鐘，咁就可以飲噶啦。杞子都非常之有益嘅，佢可以滋補肝腎，對眼睛啊、抗衰老啊同埋免疫力咧呢方面都係可以幫助到嘅。咁同埋咧佢仲可以改善虛勞嘅症狀噶噃。杞子仲可以調節血糖、抵抗脂肪肝、抗呢個動脈硬化㗎，仲有美白養顏嘅功能㗎喎。所以有時食咩湯啊、飲咩湯啊，加少少杞子落去咧，都係有幫助㗎。你哋得閒記得煲返啲嚟飲下，15分鐘就有呢個咁靚咁清甜嘅，好好味㗎。你哋返去煲下啦，最緊要身體好啊！記得 subscribe、share、comment 我個 channel啊！拜拜。